中秋最緊要係有個大大嘅月光，亦或係五顏六色嘅花燈，定係滿台嘅中秋節美食？計我話，中秋節最緊要嘅就一定係大家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咁過一晚啊！如果想趁住呢個月滿嘅時刻，同親友表達下心意，大盞嘅西藏野山冬蟲夏草小花束可能係一個好嘅選擇。精緻高雅嘅玻璃面木盒，盛載6朵蟲草小花束，每條蟲草清晰可見，無瑕展露。每朵蟲草小花束都由師傅手工打造，精挑細選，以精湛嘅手藝塑造出一朵朵精緻又珍貴嘅小花束。每個小花束都有20條嘅西藏野山冬蟲夏草，而每條都經過仔細除泥，十分乾淨，再經專業烘乾處理，確保每條蟲草都係乾身實肉。只有用心打造嘅，先至稱得上係珍貴。中秋想為至親送上一份健康嘅祝福，精選西藏野山冬蟲夏草小花束係你表達心意嘅最佳選擇。